来镜头刷登来台湾，继续来讲房地产。讲因为中央银行提升着利息，加上平均地权条例来通过，使得国内现部房地产的市场是真歹。根据着房地产的指数来显示，2022年的第四季，包括桃园、新竹、甲高雄易售厝的房价，拢为史上的上悬点开始反转落降。落上最是桃园，降落大约13%。专家讲，过去这几个地区的房价实在太悬了，民众负担袂起。加上即卖平均地权条例修法通过了后，投资客的风险增加了，所以未来易售厝的房价可能也会继续来落降。桃园青埔的道路边，一栋一栋的易售屋当面前伫咧赶工，建商嘛画出你的未来厝。随房市利空的消息接入来，各地房价嘛开始伫咧落。2022年第四季全台房地产平均每坪价再创历史新高，但是有3度的价格却出现反转回跌。包括桃园易售屋平均特平346563.06%上济，新竹6.72%，高雄嘛1.29%。加上去年第四季全台湾易售屋平均特平继续同款创下历史新高。不过专家分析，平均地权条例杀出来进前是易售屋绩效出现反转的可能原因。过去这几个地区都房价太高了嘛，那人民负担不起，这是第一个。那当然也是因为投资客太多了，那大家觉得投资有风险，未来慢慢的反转。其实从第四季就看到反转向是很明显的了。像这3个区域来讲的话呢，它还是有些相对比较低的这样子的一个物件，那以至于呢价格有下修。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也是因为像是这个高雄也好、新竹也好，在这个科技业的题材趋弱之后呢，价格开始有出现这样子一个让利的空间。因为房市当面对通货膨胀、建商用租金额不利的因素，未来房市供应量可能会收缩，而民众所关心各地房价。当时会个大落，可能会个继续观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